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二積金易嘅時間啦。咁今日咧見完客人就早啲返到屋企，衫都未換，早啲做咗個分享先，跟住咧就再先去食飯。咁啊，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咧就係講下強積金點樣由呢一個半自由行啦，就慢慢咧變成呢一個全自由行，同埋呢一個轉變咧，對於打工仔嘅退休部署嚟講咧，會有啲乜嘢實際嘅影響啦。咁啊，首先講下半自由行係啲咩嚟㗎啦？由呢一個2012年開始咧，我哋每一個僱員咧就可以每個歷年去將自己嗰個強積金嘅供款部分咧轉到一間自己心儀嘅強積金供應商。咁啊，但係僱主嘅供款部分咧仍然要留翻喺個公司嗰度嘅喎。咁啊，隨住呢個全自由行嘅推進啦，咁啊未來我哋每一個打工仔都可以將僱主嘅供款部分咧都一併轉走埋啦。咁啊，對於成員嚟講咧，呢樣嘢就可以更加去自主管理好整體嘅退休投資組合，咁啊更加輕鬆方便啦。咁啊跟住我哋會講下嗰個政策嘅推展進度啦。喺2025年嘅5月嘅時候咧，講緊就係話取消對沖呢樣嘢咧，就已經成為呢一個全自由行嘅嗰個鋪墊嚟㗎啦。因為嗰陣講緊咧就係話新僱員嘅強積金供款咧係唔可以再用嚟對沖呢個長期服務金或者呢個遣散費嘅，係啦。咁第二點咧就係話政府其實已經係有序分階段去推薦呢一個全自由行㗎啦。咁率先能夠受惠嘅會係邊一班人呢？正正就係講緊上年2025年5月開始，新入職嘅僱員就可以率先享有呢一個全自由行嘅權利。咁啊，不過之後咧都會慢慢修例擴展至所有嘅現職僱員嘅咁樣。咁啊，換言之，由依家2026年去到出年27年，大部分嘅打工仔都係用呢個半自由行為主啦。但係慢慢推進到之後嘅時候咧，咁啊每一位都可以享有呢一個全自由行嘅福利啦咁樣。咁啊，對於我哋打工仔嚟講，實際嘅影響其實會係啲咩呢？就3點。第一，嗰個主導權肯定會大咗好多啦，因為我哋可以按翻自己嗰個風險嘅承受能力咧，去統一管理基金啊，就唔使一個戶口轉完之後又要再轉另一個戶口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整合就更加方便啦，因為我哋叫做集中到啲戶口喺同一個地方嘅時候，咁我哋咧無論係去睇翻嗰個基金嘅收費，又或者可能整體嘅嗰個回報咧，都會更加容易去睇得到。咁同埋第三啦，就係積金易嘅平台，呢一個平台上面咧，我哋成個操作就更加簡單啦，同埋無論去做呢一個整合或者查閲咧，都係更加快捷嘅咁樣。咁其實就喺呢一個全自由行即將嚟到之前咧，我哋其實有冇啲咩嘢可以預備去做定先嘅咧？咁都有嘅。咁同大家分享3點。第一點就係去盤點翻咧自己依家有幾多個強積金戶口啦，可能會有供款帳戶啦，亦都可能會有個人帳戶啦，甚至乎從來冇做過整合嘅話咧，亦都可能有好多個個人帳戶嘅。咁我哋可以將呢一啲嘅戶口就去列翻出嚟啦，睇翻究竟係喺邊一間嘅強積金公司度啦。其次就係個基金嘅類別資產咧係個資產分佈係點樣啊？咁我哋可以有翻個檢視先啦。咁第二點就係去睇翻咧整體呢一啲嘅基金組合個表現啦，同埋咧就善用翻我哋有嘅依家可以用嘅積金易平台咧，去做翻一個初步嘅半自由行整合先，係啦。咁方便到時全自由行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一併就做埋啦。同埋第三，就算全自由行未嚟到嘅時候，呢一個叫做 TVC 可扣稅嘅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咧，仍然係可以幫到大家係扣稅㗎，同埋咧為到呢一個整體嘅退休儲備咧有一個更加好嘅預先安排。咁呢3點咧其實都係好值得大家咧去率先咧去做好呢一個規劃同埋部署嘅。咁大家清楚翻自己嘅戶口啦，審視翻而家嘅基金嘅收費啦，同埋善用翻咧強積金呢個自願性供款嘅時候咧，咁到時全自由行嚟到嘅
時候，我哋就唔單止會係呢個受惠者，就更加係真真正正掌握自己退休嘅未來嘅規劃者啦。咁啊，下個禮拜嘅星期二再同大家喺呢個星期二積金易再見啦。